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兄弟姊妹，牛早，牛早，平安。咱要来准备心来礼拜，有几点甲大家说明甲提醒。咱若早早来伫拜堂厅的时阵，司琴会弹咱今日要吟的圣诗，咱用即个时间伫殿堂内底，咱默想也好，安静也好，准备心来敬拜，祈祷也好。即段时间咱尽量无受到搅吵。若司琴还未弹的时阵，咱会有用一寡音乐，即甲大家说明一下。咱已经有买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真重，咱伫外口的柜台也有，欢迎咱兄弟甲摕来，咱礼拜中会用来读。这是甲大家通知甲提醒。今仔日的即个启英文的交托的部分，请阿中你家己弄启英文迄个部分，启英文29，嘿对。来，咱来看第5句引的所在。来，即个位，来，咱引的位，即句要怎读？即两句要怎读？仰望也是仰望，白话字是主仰望。咱等下读的时爱注意，仰望伊的上帝耶和华的。即个咱小可注意者，白话字是主仰望，我较早嘛拢读仰望，仰望咱是照白话字的读法啦，仰望安尼知影仰望好，咱备办心来礼拜，会前的诗。
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俄罗的话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作为偌尼啊，通要紧，通应显，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会降服你，全地会敬拜你。吟诗称赞你，来吟诗学乐你的名。咱来吟圣诗，圣诗第62首，62A首，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创造天甲地，是啥万美当话，讲到极大又极宽，伊是千好永无山。日头花现光满天，日落月出照暗暝，日月七星拢显明，上帝主宰大权能。土地所生的五谷，花园青翠的树木，水内所有的鱼鳖，拢是上帝做面。天中所飞的鸟只，上帝予伊食到了。伊今一世会通看，无出上帝心意外。上帝创造世间人，无论本国甲外邦，互阮大吉的美娘，咸有出体甲伊酒。上帝的恩公不尽，切恳耶稣救万民。大家着用真实心来感谢神来去。请咱犹原徛者，咱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籍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
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紧的问题。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毋忘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真心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温事，祸害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听者，咱要来同心交托经文29，圣诗的后壁面，经文29，圣诗后壁面54页。哦，咱的圣歌队拢有早圣经诗咧献吼，咱的兄弟嘛要来加油吼。来，经文29，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恁无伫倚靠君王，无伫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偷放就关家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这声，恁着学乐耶和华。同心码头来祈祷，上主啊，阮的上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你亲手创造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照光暗暝，阮人是要算做甚物？你遐尼啊关心阮，世间人算甚物？你遐尼啊照顾，你互阮比天使小可较低。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互阮伫。你指派阮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互阮有权柄来支配一切，一切的牛羊、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万物。上主啊，
阮的上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阮要伫你的面前妙妙带。阮也求你赦免阮的自尊甲骄傲。阮常常掠做你赏赐阮的恩赐，是阮家己的才调。阮一时阵嘛有想要拄天，阮的心内想讲，上帝袂记得阮的歹作为，上帝袂看见阮心内的恶毒，主啊，求你赦免阮。阮知，阮常常心内恶毒，苦楚阮家己。阮有时会嘴讲一款，心想一款，做出一款。阮常常受到撒旦魔鬼的指控。害啊！阮的一生。求主耶稣，你的保护，一尽洗清阮有诶的心灵。阮时常想着要甲你结连，求主帮助阮，常常为着困苦人的冤屈，善车人的吐气。主啊，求你将阮的胆常常甲遮的人三角地带。阮也求你暗耳孔，听阮懊恼恳求的声。你会将迄个活命的道路来指示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阮有永远的快乐。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学了献歌队，要用信心坚定的人着欢喜，带咱兄弟同齐来学了上主。
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的2章第1节到17节。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7节，我用现代台语的本来读。雅各书第2章第1节，我的兄弟姊妹，既然恁信咱永光的主耶稣基督，就毋通用外表对待人。若有一个挂金手指、穿水衫的好野人入来恁的会堂，阁有一个穿破衫的散赤人入来，恁简单注意迄个穿水衫的，对伊讲，请来坐大位。对迄个散赤人讲，你徛踮遐，也是讲坐我的骹踮边。安尼恁减毋是偏心，用歹的动机在判断人。亲爱的兄弟姊妹，着听，上帝有拣选世间的散赤人，互因伫信仰上富足。通承受因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毋顾恁侮辱散赤人，压迫恁，拖恁上法庭的，减毋是遐个好野人，因则是诽谤恁所领受尊贵的名遐个人。恁若尊坦圣经所记载，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迄个上帝国的律法，安尼就对。毋过恁若看外表对待人，就是犯罪，受律法判做犯法。人若无受律法中的一条诫命，就是无受全部的律法。因为迄个命令毋通犯奸淫的，嘛讲毋通害死人。虽然你无犯奸淫，你若害死人，就是违反律法。既然恁得要受互人自由的律法审判，就照律法的要求讲话做代志。因为无用慈悲对待人的，伫审判的时，上帝袂用慈悲对待伊，慈悲赢过审判。兄弟姊妹，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减会救伊。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衫通穿，三顿无通食，恁简单对伊讲，祝恁平安，着穿互烧，食互饱。毋过无供给互因肉体所需要的物，有啥路用？所以只有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现在，我心天现。咱今仔日因感谢台全中心的蔡恒伟牧师来正道，伊的正道的题目，一手圣经，一手报纸就够了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真欢喜会当有这个机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伫主日的中间来敬拜上帝，也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伫讲道的进前，请咱做伙来祈祷。上主，阮感谢你，阮伫早起时通来三甲组织，要来领受你的话。当阮咧读你的话语的时阵，愿你的圣神也踮伫阮的中间，互你的话语甲你的圣神常时做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借着你话语的工作，借着你圣神的帮助，互阮来读、来理解、来明白。借着你圣神所想事，迄款的想象、迄款的理解力，互阮进入伫迄个经文的内面，去看、去听、去感受。这话对迄当时的人要讲的是甚物？也互阮借着你圣神的帮助，搁转来到阮现今阮家己的处境的内面来思想，这话对阮现代要讲甚物？对阮家己的性命要讲甚物？愿你的圣神甲你的话常时工作，借着阮咧读你的话、听你的话中间，阮的性命通得到更新。阮下面讲道的时间。愿你带领引带，互阮无论所讲所听，拢出伫你的旨意，通互阮正兄弟姊妹来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20世纪初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做一个基督徒，爱一手摕圣经，一手摕报纸。意思是讲，做一个基督徒，你爱充分来了解、认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然后伫这个世界的处境的发生的代志的内面，通过你家己对圣经的研究去读，然后对这个读甲研究的中间，用这个答案来回应伫这个世界。不过我咧想。就算讲咱有读圣经，也是读报纸吼，当然即马真少人看报纸吼，拢是看网络新闻吼，甚至我的学生吼，你若甲问讲，迄个即马的世界发生啥物代志，因大部分拢无啥清楚啦吼。就算讲咱拢有读，你有读圣经，你有读报纸，读了后要创啥？可能咱的反应拢是读了后，咱就好好祈祷，求主兴起人去甲因斗相共。不过，今日的经文的内面，雅各有无同的看法。雅各书互认为讲，是上时写批予犹太的基督徒，以及也未接受耶稣的犹太人，即个犹太的社群吼。伊写这张批的目的，是要借着双方共同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是耶和华上帝。总是也阁透过耶稣所教导的律法，伊望透过这个批信来促进两边的人的迄款信仰的对话，也会当和平来相处吼。所以伫雅各书的中间，咱看见真侪的这个内容，也是讲这个发生的这个场景拢是双方真熟悉的一款的场景吼。伫经文的一开始，咱看到讲伫会堂发生的代志。不过对犹太人来讲，会堂毋若是一个敬拜的所在，会堂也是犹太人的法院来处理犹太人中间的事。伫经文第2章的第4节，原文的迄个偏见的意思，用恶意来判断，其实迄个原文就是咧讲，恁诚侪心思意念邪恶的审判官。所以意思是讲，今日头前咧讲的故事，是咧讲一个审判发生伫咧会堂内底做审判的一个过程。作者指责迄个负责审判的人，通常若做伫即个会堂内面做审判的是，迄个审判官通常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伊咧讲，即个审判的人无用公平来对待祈求判断的双方。伊一方面好声好势请即个伊讲经文甲咱讲啥？讲挂金手指、穿水衫的人讲请你伫遮坐。然后讲命令迄个送香的人讲你甲我远起来伫遐就好。或者是讲爱迄个送香人来讲，你坐伫我的即个脚点的边的地上。总是
你讲坐伫即个卡点的边啊的地上，迄个意思其实伫古早坐伫迄个所在的人，拢是受拍败的敌人呐。两边军队咧相战，拍输的就爱坐伫迄个拍赢的下骹。意思是安怎？迄个人有罪，所以真明显，即个审判官、即个审判者一开始就认为即个送凶的人有罪、有问题，才会叫伊坐伫涂骹。所以伫第四节迄个所在讲偏心，也是讲偏见。有一个学者讲，其实迄就是咱现代人迄个词讲歧视啦。即场审判一开始就无公正，法官用清查甲社会地位来决定有罪甲无罪的人。作者雅各伫第2章的第9节到11节，伫迄个所在讲，用偏见来对待人，也是讲歧视，迄是犯罪。甚至伫11节讲，迄哪亲像就是害人。真可能在暗示讲，伫即场无公平的审判的内面，迄个送凶的人所面临的刑罚是死亡。不过，这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咱看到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伊毋是讲迄个审判者，伊是讲恁。这个暗示什么？这个暗示就是讲，雅各书的收批的人，拢捌做过即款的代志。因完全照当时的社会文化，追求迄款的有钱，也是讲看重遐有钱人、有地位的人，然后看轻用偏见来看遐送凶的人，拢认为这个人有问题。不过，咱若照拄仔所讲，雅各书的即个写作收批的人，送凶人甲有钱人，拢是上帝子民的团体。这是一个真讽刺的一款的情景。咱等来到咱家己现在的处境，你若甲一个人讲，你会歧视吗？你讲我没有，我没有。你有偏见吗？我应该没有啦吼。不过咱来做一个思想的实验吼，咱来假设，今日你摕到你的圣经要来做礼拜的时阵，伫1楼。看见一位清查，安尼真垃圾，身躯有酒味，也是有其他的怪味的人，看到一袋真奇怪的物件，伊想要来摕酒报，然后要起来做礼拜。你看到这个画面，伫迄当阵，你的心内会想什么？什么款的原因，互你安尼的想法？有什么款的经验，你会安尼想？看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款的感觉？你家己的感觉是什么？咱通来想这件代志。我家己真侪年前伫花莲的时，我捌有这款的经验。我伫花莲有10几年的时间。初期无偌久，我到花莲我的母会北滨教会附近有一位可能是新搬来的原住民的兄弟。当阵，即个兄弟真趣味，伊毋捌来做礼拜，不过伊若食酒醉，醉茫茫的时阵，伊就会走来教会。有时是日时走来，有时甚至厝边甲阮讲，伊半暝即个要想要入来教会吼，伫遐起酒痟甲教会门安尼一直摇，一直大声喊安尼吼。大概伊若有出现吼，大家拢真紧张，我真惊吼，我足惊的一个。即款的人，因为伊阁真有力吼，看起来互我会真惊，阁惊伊毋知会要创啥，所以逐摆伊若出现，阮就想办法吼，找迄个较敢讲话的兄弟做伙讲请你另工吼，清醒才来安尼。有一遍，伊阁安尼食甲醉茫茫，阁来甲教会，结果迄当阵阮咧儿童营，伊就入来，就开始才看遐看，坐伫遮坐伫遐，我就感觉。阮咧进行儿童营，我看伊目睭金金，一直想遐个囡仔，都想讲，伊毋知伊会创啥货无？我很足惊。后来阁请一个兄弟吼，迄个兄弟较歹直接就甲抢，叫伊出去安尼。无偌久，这位兄弟就无过来过阮的教会。我后来常常咧想，毋知影伊伫食酒醉的时阵，哪会拢是食酒醉才想起伫教会？可能教会对伊的心中有一寡记忆，
互伊想讲伊食酒醉，伊会去想去教会，想要来祈求什么？不过翻头来想，阮当时的行为其实甲伊的门拢关起来。最近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因为这个金华城吼，咱若有看报纸，应该拢知影，收押吼，叫做应小薇。应小薇这个议员其实有一件代志足出名啦。伊伫2018年的时阵，伊捌做一件代志。伊的选区是艋舺吼，伊的选区是艋舺。伊要求市政府爱赶走伫迄个艋舺、迄个龙山寺附近迄个公园内面迄个吴家泽吼，爱安怎讲叫市政府安怎把因赶走？甲喷水。伫暗时因要困的时阵，甲喷水，喷互淡，啊然后甲因的物件拢收走，甚至讲吼，你爱伫遐架迄个强力的探照灯，啊照甲互因袂困的，啊甲因赶走安尼。其实咱台中市政府前无偌久嘛咧做即款的代志，咱的车头其实嘛是真侪，通常车头附近拢是真侪吴家泽聚集的所在。市政府可能是接到投诉，讲真恐怖，所以因就每2点钟去巡查，啊，甲因的物件拢拼掉。啊，即摆这吴家泽因要去倒，因无回头去，因就走去后车头，啊，伫迄个柳川绿川迄边。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部落客讲，哦，即摆台中吼真嗨，拢是吴家泽甲外籍移工伫第一广场绿川真恐怖吼。我想他亲像伫遮真高尚的人的眼中，遮个吴家泽甲遮个移工拢无应该出现，拢无应该存在。不如咱来想。咱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的中间，一定有人无法度缀这个社会在发展，因失去迄个机会，因有无同款的原因，伫这个社会发展的中间，我们说落下了吼，因缀无着阵，因就诚侪迄个无厝通住的人，或者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因无互这个社会的福利的体系来接调的，这个人流浪。坐伫迄个所在，总是咱连因坐迄个所在，咱就感觉惨吧。转来到咱的圣经，古早的罗马人，迄款罗马社会对迄款财富、对迄款社会地位的追求、渴望，完全影响伫当时生活的犹太人的社群、犹太人的基督徒，互因甲当时的人同款。看无起遐个一无所有的人，咱的今日经文讲，因若认定这个人一定是有做歹，才会去互告，这个人一定是有安怎？啊，甚至这个做审判的人根本就是为着要讨好吼，想要为这个有钱人的中间看得到什么款的好处，所以伊无做这个公正的审判，伊毋是遵守迄个律法。伊嘛无遵守耶稣的教导，毋是用公义甲慈爱来审判，伊是看人的外表来审判。所以雅各书的作者会安尼讲：，你讲因为恁家己的富有感觉骄傲，看袂起遐送香的人，总是恁毋通袂记哩。伫罗马的社会内面，遐个甲恁压迫、侮辱恁的信仰、踢笑恁的生命的，兼毋是遐个罗马帝国内面的贵族，遐个有钱人吗？恁哪会去学因呢？作者真强调，随上遐个送香的、遐个失丧的、遐个伫社会上互看无的、假卡的、遐个无权力的人、遐个无经济能力的人、无法度保护家己的人、无法度为着家己的痛苦来发出声音的人，遐个拢是上帝保护、上帝要竞选的。雅各才着即款真强烈的对比，要甲遐个富足的信徒讲：，恁无公平，恁用外表、用偏见来看待遐个送香的信徒，是伫对敌上帝。所以雅各书的作者搁一摆，才着耶稣基督所讲迄句，讲人甲问讲，律法中上大的是甚物？咱拢真知影讲，你着听厝边，然后你爱听上帝。伊用即只话来甲遮个信徒勉励，
你实践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个命令，就是一个信徒用行动来告别我家己所信的上帝是虾米款的上帝。我用听厝边来人来见证，我的上帝是一个听的上帝。我用听人来告别，我的信仰是一个听的信仰。听厝边的行动，就是咱用咱的行动来告别我对上帝的信有偌济。外国的作者真爱讲完全之字，对伊来讲，一个信徒会当到伫完全，就是来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个完全伫今日的经文的内面，就是讲爱用听厝边来实践。啊，听厝边伫放伫今日经文的内面，也就是啊，除去咱心中的偏见，除去咱心中迄款偏心，也是讲用现代话讲，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歧视。咱无用外表，咱无用迄个人伊无法度改变的部分，咱来歧视，迄就是听厝边。咱无看迄个人的身份种族，咱无看迄个人的身份地位，咱无看迄个人的性别的认同，咱拢用公平一致的态度，用怜悯的听来对待每一个人。咱看耶稣伫世上工作的时阵，伊接纳每一个人，伊接纳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接纳外邦的妇人人。伊接纳伫行奸淫的中间互掠着的妇人人，伊接纳迄个社会中间互看做是罪人的人，伊接纳遐个太高病的人，互贵妇的人，伊接纳遐个抽象的人，耶稣拢接纳因，看顾因的需要。什么是听厝边？耶稣为咱留落来听厝边的迄个款式。所以雅各讲，若有一个信徒伫外表会当表现出真侪敬虔的行为，会当讲真侪敬虔的言语，真熬祈祷，讲用词真水，总是看到遐个送香的人表现出那亲像无看见吼，迄款的冷漠，毋捌真正关心因的需要。安尼雅各书甲咱提醒，即款的行为其实反映的是你心内实在的想法，你敬虔的外表。对你的得救无任何的帮助。所以雅各安尼提醒众人讲，伫将末咱拢爱接受上帝的审判。审判即个神学的意义，其实毋是重点，毋是处罚吼。审判迄个重点的意义是咧讲，即个世界受罪恶、受邪恶来扭曲，原来迄个上帝创造的美善受到扭曲。总是到将末的时阵，照着上帝的审判，这一切要来改正，要归正。所有受扭曲的世界受造，要来恢复迄个上帝创造原初的迄个美善、迄个形象。所以咱才会告别讲，遐个受苦的人、受压迫的人、受伤害的人，要伫迄个审判的中间，对罪恶中来得到讨放，会当得到自由。所以，既然咱拢会受到审判，雅各提醒咱，审判咱的是迄个互咱得到自由的律法，咱就要照即个律法来行。咱若无安尼来行，咱就会受到上帝的审问。最后伫14节到17节，雅各讲一段咱真熟的一个经文啊，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我捌分享过吼，应该直接捌分享过。信即字伫古早的即个希腊文是虾米款的意思？信即字的意思是讲，毋是咧讲我有一个感觉，也是讲我的心内的状态，讲我有信心。信，吼 ，pistio 即字完整的意思是讲，一个人对伫一个信念，伊有兴趣，所以伊去研究，伊去理解。伊明白了后，做出迄个愿意军队即个理念的决定，然后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常常去实践、去练习、去操练，这才是信即字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一个人的信，伊若无有迄个行为，即款的信不过是空空啊。
所以咱伊接触者会讲，咱哪有法度讲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啊，总是咱甲伊讲啊，愿你平安，啊，你着穿好烧，啊，你着食好饱，啊是讲你真艰苦，我来替你祈祷，总是无提供实际的帮助。哪个讲无信心、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咱的行为就是这个世界，咱的厝边见证。咱所信的上帝是什么人？咱所信的上帝是什么人？是咱每一个人所做的见证。我看过一句这款的话安尼讲吼，伊讲要判断一个社会是毋是文明甲进步，就是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迄个社会内面上界弱势、上界低贱的人。一个社会要安怎进步有文明，就是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遐个上弱势的人。我想这句话嘛，同款会当放伫咱的教会。真侪年前，我咧读台湾新学院的时阵，迄当阵读教社系吼，到迄当阵，阮的系上邀请2位内地会的宣教师，因的一个2个女性的宣教师吼，一个为荷兰，一位为日本来。因伫艋舺迄个所在开一间教会叫做活水泉。这个教会真特别，因开设的所在是伫艋舺迄个咱讲红灯区啦吼，风化区的附近。因服务的对象，因服侍的对象，就是伫遐个风化区内面工作的人。因伫分享的中间讲，其实来到教会的人，大部分拢是无家者吼，遮的游民。嘛有遮个伫风化区工作遮个女性，这2位宣教师讲，因的教会其实无参像一个教会。礼拜来的时阵，大部分人拢毋是啉酒醉，就是身躯安尼真臭，来遮嘛是大声讲话，开讲嘛毋是要来听讲道，开讲了后要等领便当尔。宣教师讲，因的教会绝对袂成长，总是因非常欢喜，受呼召来伫即个所在。服侍遮有需要的朋友，提供因一个通休困的所在。昨我为即个阮兜吼，雾峰遐吼，徛倒摆要去买物件，规路大家拢咧烘肉吼，咱规条路拢充满烘肉的味吼，阮兜无烘啦吼，鼻巴肚足枵。我毋知教会有无吼，毋知有办无，青年毋知有办无。拄好我伫脸书看到南部一间教会吼，烘肉有够丰盛的吼，看到拢足想要去的，因为全部拢牛肉吼。有人就留言啦，讲牧师你有邀请遐个教会附近的无家者做伙来响应无？牧师就伫顶头回讲拄好有人有无家者入来吼，因就邀请伊做伙来食。我想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咱咧烘肉。伫一个空旷的所在，有人来，咱通共交代无？最近有一个新闻，我看了印象真深啦吼。有一个少年人，伊伫超商吼偷摕1包10块的卫生纸，去互检察官起诉吼。不过，这个法官伫审理的过程的内面，发现讲这个少年人其实伊有智能障碍，然后伊有一寡病症吼，慢性病，有一个肠躁症。伊偷摕物件，伊讲就是因为肠躁症的人会常常的想要会拉肚子吼。伊伫超商，可能也是伫超商外口，伊就因为伊就嘛智能障碍，伊嘛毋知影会当摕袂当，伊就感觉讲我有需要，所以伊就摕，就走去便所。当然超商报警嘛吼，报警，警察就甲抓去，然后检察官就甲起诉。不过，这个法官最后判这个青年免刑啦，吼，免刑。这个法官引用一句话，我感觉真严厉一句话，不过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吼。去年有一部电视剧真唔知大家真多来讨论，叫《八尺门的辩护人》啊。内面有一句话啊，其实伊用这句话咧骂迄个检察官啦吼。伊讲一个人要有偌好运，才会当拿亲像大家共款坐伫即个真舒适的位，认定即个世界足温柔的，
然后咱有绝对的权力对犯罪的人残忍。啊，这句话当然原来是华语啦哈。他说一个人要有多幸运，才能像诸位一样，坐在这么舒服的位置上，认定这个世界十分的温柔，而我们有绝对的权利，能够对罪犯残忍。这句话对我来讲真有感受。其实你我会当坐伫这个所在，徛伫这个所在，拢是一种的稳定。咱应该会伫去这个稳定，然后愿意亲像这个法官，用温柔来对待这个犯错误的青年。甘地有一句话真出名，咱常常引用啦吼。伊讲我真因为甘地伫这个推动印度的独立过程，常常引用这个圣经耶稣的话吼。啊，有人就甲讲啊，你若毋是基督徒啦吼。啊，伊就安尼回答我讲，我足爱恁的基督，但是我足无爱恁这的基督教徒。恁的基督教徒是遐尼啊无参像恁所信的基督。那恁这基督教徒照圣经内面所找到的基督的教导来生活，安尼今仔日所有的印度的人拢会诚做基督徒。咱足爱讲宣教，咱足爱讲传福音。当时无论是宣还是传，咱拢想到是用嘴来讲，咱拢想到是什么款的策略。总是咱真少去想，咱会当伫咱的日常生活的中间来活出基督的样，伫每天的行动的内面来见证咱所信的上帝。对现在的信徒来讲，信也是讲信心，已经简化做讲你若相信，而且接受一套的教义教理，你就会当来得救啦吼。信甲信心已经甲我拄仔所讲的迄个实际的迄个信仰的实践、信仰的操练来失去结连啦吼。啊，当然有信心的人伫咱教会常常拢有信心，就要伫教会服侍吼，大概加是安尼。咱真罕尼咧讲，有一个有信的人，就是伫日常的生活的中间，不断操练家己的行为来活出迄个基督的形。所以我想今日的经文，搁一遍来甲咱邀请咱来做思考。咱毋是干那读圣经，咱毋是干那读报纸，咱嘛爱参与实践上帝听这个世界的工作的内面，用咱的行动来告别咱的信。关心神帮助咱伫咱每一日的生活内面，拢会当好好啊来活出咱这个上帝的款式。咱做伙来祈祷，上主，阮求你来帮助阮，因为阮真软弱，阮真渴望来活出你的款式。总是阮常常袂记你，阮常常用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来正做阮的看法。阮常常惯是用这个世界所定义这个好的代志来正做阮的思考。阮会袂记你讲，阮就爱用无共款的思考来正做阮行动的准则。这个无共的思考，就是对圣经对你的话来的。所以愿你帮助阮来学习，常常会记你。有机会的时阵，阮都爱来实践，阮来操练阮所信的。阮伫信仰告别安怎读，阮日常生活怎样来做？阮讲，阮要认同所有的自民，阮要用听甲受苦来正做愿望的记号，安尼阮要怎样来做？阮要怎样来实践？求你帮助阮，求你帮助阮，阮无搁用偏见来看待人，阮用听来接待每一个伫阮中间的人。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过来吟回应的诗，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心迷人要去做工，田拢到时丢也熟悉。心迷人要
家催我催我，小事微微去到今远，来保养好因真声。恁的厝边是为有人袂捌听求主的名，小事显因袂到正清，也会对我负一日，为着叫做欢喜做工，伊会感觉赐福气。小事远远路比天在，反倒你袂搭保路，你会保养主的听嘛，互人免求世真道。小事微微叫钱歹人，互因知有伊心肝。你为因怎拢总世行，看伊来互自唱欢。无伫永远徛在体时，我无力通做正工。世间情人一定论，主来你赞伊救人。一听通求主命令，真难做福气是大。主在叫你紧紧着听，我伫这找我找我。阿门。请坐，即个咱要来奉献，由建中技术家缅甸执事来施献。
我来通知甲报告，为报告的大声，咱来读即礼拜的金句。咱同齐来读2摆，咱同齐来读2摆。伫周报的内面页第3页的正平的位，来，兄弟姊妹，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减会救伊。雅各书2章14节，来搁一摆。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减会救伊。雅各书2章14节，咱来看周报的第2页。若有轮到事奉的当工，咱注意。即个月的中执是正业长老甲秀珠执事若有啥物要紧的事，你通联络因两个。小会公告，咱定伫主后2024年10月初6的主日礼拜中要举行临时好会，补选中执。第二，普选的方式无提名，咱要选出长老4名，执事3名。补选的办法，咱伫2礼拜前佫来公告伊个名单吼。第四，圣歌队的指挥赵主伟老师、潘赵小燕的老师，小会续聘，2025年佫续聘1年。过来教会的消息今仔日真多谢大专中心蔡牧师来主理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后主日是圣经新竹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学院有派李明准牧师就是迄个潭子教会退休的牧师李明准牧师来主领礼拜。拜三的祈祷会，善良小组甲称赞小组的大导欢迎来参加。全教会4年读经的计划咱来到即个历代志下33章甲耶利米书的第1章，咱预定2027年会当读完请咱行政单位甲团契首长伫后礼拜的进前请咱将迄个第4季的服侍人员甲团契的聚会表交互行政干事来编排即个圣工分担表。有后一季要定即个真眼公读本的，甲教会公布咱来登记咱登过就毋免登记过来即点咱的行政干事安琪请特休假去泰国探望出国探亲即个期间真多谢即个印奇姐来甲代理啦拜6礼拜的时间，因为印奇姐伊拜1甲拜5嘛拢有即个工作来代替多谢伊的辛苦过来关怀协会的消息过来即礼拜关怀协会2届的上课咱拢暂停过来就是集体关怀的部分多谢保证箱有即个捐赠即个白米80斤互咱教会爱餐使用特别为着陈牧师，即个咱教会伫咱教会伫迄个10月初1要伫中会献聘一拜二，然后10月初2拜3牧师伊预定要为泸州遐个位搬来咱教会咱兄弟为着即个来倒这是甲大家报告。中州会有筹备即个牧师上任的感恩礼拜，即个工作分级表即个同工第二来注意甲团契的消息他拄有晚菜10月初6的礼拜日，即个鱼菜共生就是要去参访迄个丰原鱼菜共生农场讲到这参访我等下甲大家报告过来11月17注意有要年末聚餐的，多谢遮个老师啦妇女团契等下要年会
等下要年会吼，请咱的客友踊跃参加。社青团契等下有伫迄个五老虎堂有祈祷会吼，欢迎客友参加吼。珠海读经伫9月19拜四吼，要有开始即个新的课程吼，7点半听即个第语吼。好，搁来部分就拢通知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啊。顶礼拜我个人吼去佚佗2届，怎啊佚佗2届？一届是协会，咱的倒行关怀协会去参访。像头拄仔牧师讲的，我拢用一款心情啊，叫做都市人。都市人要去因草地参观啊，结果怎啊去用潜水艇？是啊，潜水艇去参观的时阵，人是10节课拢上，然后伊讲拜三，阮要去迄天，因透早因的环保志工20几个去扫街路，我听一个怎愈揪落啦。搁来吼，咱早2个伴手要去送伊吼，结果人因的协会家己做的环保清洁剂，阮一个人拢送阮1罐啦。了吼，就教咱唱歌吼、跳舞了吼，请92岁的大哥出来拍干乐。我怎啊头壳摸咧烧，好佳在咱的少军长都细汉无读册，吼，拢咧拍干乐，伊我若拍起有拍赢。咱蔡教授细汉较认真读册，就毋捌拍过干乐啦。看到迄干乐艺术，看到啥？这2粒干乐吼，是人敦和社区因有拍干乐的班送阮赞咱2粒啦。我实在是真歹势吼，你讲这拍干乐吼，真正是安尼无出去参访吼，毋知影咱无够认真啦吼，毋是咱无拍拼。是咱无够认真啦吼，因的志工吼，拜1甲拜5透早买菜、煮饭、煮菜，咱是吼2礼拜煮1届，煮甲安怎，拢木生长老差不多毛去安尼吼，加油啦吼！咱出去甲知影讲吼，咱还阁有啥物货进步的啥物货空间啦。还有进步的空间。头先我想讲，咱教会吼，70岁以上吼，毋免搬。即马咱爱改变90岁以上，才毋免搬。我看到92岁的大哥出来拍干乐，佮拍去迄盘顶悬悬安尼拍去盘顶我心肝是讲，即个细汉拢无咧读册，拢咧拍干乐吼。真正甲大家报告啦。昨主日学嘛去参观。去台北市立动物园吼去参观，嘛真利用车顶的机会，我甲因教台湾话的动物啦吼。来，请问一下这树兰台语名怎讲？树兰来，树懒还是啥？树蛇，蛇，伊都安蛇蛇。伊就规工拢安尼伫树仔顶蛇安尼吼，树蛇吼，甲大家报告啦。顶礼拜我个人，因为咱等下要集体关怀嘛吼，我真欢喜，2工拢毋免做工课吼，我毋好干那讲祈祷拢我咧艰苦啦啥，我等下感谢讲，互我2工头佚佗，吼2工佚佗吼，甲大家报告吼，协会的代志吼，教会的代志。鼓励咱兄弟吼，多多参与吼。我直接嘛有看到宝莲节吼，宝莲节破病久久吼，咱家欢迎吼出院吼。我手顶无新来的兄弟名单，当地的迄落吼有看到陈牧师伫咱遮吼，来，搁一届甲牧师，陈牧师伫遮，即摆是算兄弟吼，还袂上心吼，原来就是咱的牧师。好，来，咱即个时间，咱来
为着兄弟肢体的关怀，也是你伫遮有啥物要代求的所在，咱伫遮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顶礼拜的中间，阮有协会的参访，阮的主日也有出去佚佗，这拢是阮值得真欢喜的代志。阮搁来，阮的牧师也要来甲伫阮的中间，阮期待久久。主啊，求你帮赞，互因伫搬厝的过程当中，拢真顺利，互因来到独行的所在，真紧就会当适应台中的环境。阮的兄弟姊妹真期待要甲阮两位牧师同工，阮要用行为搭合阮的信心，来将主你的福音传播伫阮的四周围的中间。为着中执会周备牧师的上任，才会同工的着外甲辛苦。为着主日的师生，阮向你献上感谢。阮的主日的学生、老师共同为着这个主日学校的工课，阮着外因也欢喜来参加。求主帮赞，互这个同工规划这个事工，也是教学的中间有助你的性情，甲因同在。主啊，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献上阮的代祷。主因的病痛，阮真恶直来感受。总是阮伫遮要替因代求，互因仰望主你，互照顾因的医护人员有疼心加爱心来对待因。为着阮的妇女团契，伫小等的要年会，主你帮赞，互阮的妇女伫心中有因所仰望。要甲伊的同工来做伙拍拼这个妇女的团契，主啊，求你帮赞阮的相恋团契，伊伫10月有缘要去一日游，保守因的行程拢得到顺利。主，阮恳求你帮赞，阮有开声、有出声、无出声的兄弟姊妹，检采阮的心。忧闷，阮只有伫遮来向你求讨帮赞因，阮无法度为着因做甚物，阮只有伫主你的脚前来替因祈祷，互阮知，互阮兄弟姊妹拢知，阮有兄弟伫主的面前为着因来代求。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即条咱来平平安礼吼。咱来吟即个，我用主的听圣经来听你吼。咱搁吟一届来，愿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我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
咱徛咧等我搁补充报告一下吼。头拄仔少年团结的会长有讲啦吼，伊搁多释出几个名额，10月即、个10月迄咱要去参访的吼，有加几个名额吼，欢迎咱兄弟同齐来参加吼。好来，咱来吟尾边的诗，是新圣诗吼，新圣诗的599首吼，咱来吟尾边的诗，吟诗煞请蔡牧师来。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互苦难赢去，也毋通悲伤失志。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就是有耶稣会听。无论伫什么境遇，无论伫什么境遇，就毋通将来放弃，主的相信永放弃。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因为有耶稣会听。现在游玩徛咧，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立倒。咱礼拜到遮。